劳动部北分署的霸凌事件继续咧滚加，有真侪公务人员拢跳出来讲，家己捌受到工课场的霸凌。这民众党团是公布一份调查报告，有超过87%的民众支持，甲这公务人员列入去这职业安全卫生法内底。马后有新就任的劳动部长就爱来重视。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说我们会推翻或与否，因为调查报告还没有出来，希望能够去做到底。 这一位轻生的无薪公务员到底他经历了什么？劳动部长洪胜汉初时头一届到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备询，民众党团隔顿工就随开记者会，要求劳动部长要赶紧公布霸凌的中期报告调查结果。民众党团嘛做一份民调，显示有超过60%的民众不满劳动部第一届提出的霸凌案调查报告。调查嘛显示有超过8%的民众认为公务员应该纳入治安法，嘛有超过70%的民众支持要开放警察、消防人员、公务员做工会。 现在的劳动部部长洪胜汉，还记不记得自己过去的主张跟诉求？支持他们组工会。你现在有机会当上了劳动部部长以后，实现你的理想了。劳动部长洪胜汉初时伫维权委员会时，有答应讲伊要做调责任，重新启动劳动部北军事霸凌案件的调查，而且报告会伫后礼拜公布，嘛对这份报告负责任。另外，洪胜汉表示，自从有申诉管道了后，有真侪劳动部的同仁传讯息甲申诉，伊承诺会重视每一位基层的心声，绝对袂暗砍高层。记者陈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